大家好啊！今日咧係嚟到陶陶居一個旗下其中一個品牌叫陶陶居庭院，佢係深圳首家庭院設計嘅花園店。呢間分店咧攞咗連續4年嘅米芝蓮嘅獎項嘅，話明係深圳首家庭院嘅花園店啦。佢店內咧融入咗孔雀綠嘅主色調啦、滿洲嘅窗啦，同埋一啲嶺南嘅美學嘅。呢間分店咧係位於深圳寶安區大悅城4樓。嚟呢間分店咧嘅交通方法咧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只要你搭深圳地鐵5號線啦，或者12號線啦，喺靈芝站，咁咧就喺 E 啦或者 F 出口咧，佢就有一個咧就直達商場嘅通道嘅。食品質素咧亦都非常之高，我覺得最好食咧就係嗰個順德炸鮮奶同埋魚香茄子山竹果，尤其是一定要食嗰個大蝦餃。